妈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大姐，乔书记，你们还没吃饭吧？我是来给肖老师送药来的。肖老师，这是您的药。谢谢谢谢，那就随便在这吃点吧。不了，你们继续吃吧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我先走了啊。那我去送他。蓉蓉，坐下。坐下。你还站那干什么？还不过来吃饭？你还嫌不够乱？张书记，我也治好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乔主任，我呀得再敬你一杯。为你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，来，咱们干。哎呦，这杯酒我不能喝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句话我不爱听。怎么，我说错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我不是那意思。您先请坐吧。其实啊，我们家几个姐妹，无论是做成功一点什么事情，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进步，可能大家都觉得是父亲从中帮了忙。这句话真的是让我们很反感。可能说起来大家都不会相信，其实父亲在工作当中是从来不会帮助我们的，我们也不需要他的帮助。难道说除了依靠父亲，我们就没有自己的能力吗？说得好，乔主任，刚才我也误会你了。来，为了谢罪，敬你一杯。申董事长，我可没有得罪您的意思，您不介意吧？乔主任啊，你这么独立，我就更欣赏你了。来，大家干杯吧！申董事长，我可没有要得罪您的意思啊。没有。哟，对不起。啊，请便。来，白杨董事长，来，英才。喂，二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家里都乱了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大姐还没回家呀？哎呀，那倒不是。一开始全家人都等着大姐回来吃饭，然后干等也不回来。后来爸爸就等生气了，就先吃了。正吃着吧，大姐忽然回来了，还把那姓汤的副部长带回来了。这下爸爸更生气了。哎，二姐，那个姓汤的副部长很可能是大姐新找的男朋友哎。这不挺好的吗？啊，妈妈平常老说大姐不找对象，这下大姐找了吧，她又不高兴了。爸爸也是，他嘴上老说不管咱们的事儿，可是呀，他比谁都操心，还尽下操心。
这饭也没吃好吧？要不我再给你去热点儿。半小时之内别理我，我要好好反省一下。你是该好好反省反省。不是，现在大姐把她自己锁在房间里了，谁叫也不开，饭也不吃，妈叫也叫不开，哎呀，急死了。行了，柔柔，你跟妈说先别叫她，让她安静一会儿，等我回来再说啊。啊，对了，你跟妈说我今天晚上可能会回来晚一些，就这样啊。哎，你干嘛在这儿？我来看看你啊。嗨，妍妍，你能请别人在这儿吃饭，别人就不能请我在这儿吃饭？哎，请的谁呀？听说是新加坡大亨。嗯？我请谁跟你没关系，谁请你，你找谁去。来，反思的怎么样？乔源和汤中人的事儿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我要是知道了，还能不告诉你啊？哎，我看你也别太认真了，他们俩还不一定就是那么回事呢。如果他们真是那么回事儿，那你是什么态度？同意还是不同意？哟，那我还真没想过呢。嗨，再说了，我同意不同意有什么用啊？那是圆圆自己的事儿。这我当然知道，我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。换句话说，你是同意他跟周鑫呢，还是同意他跟汤中人呢？周鑫的孩子是矿区长大的，他的情况我们都了解。圆圆要是跟了他，那当然是没说的。不过汤副部长这个人看上去也挺不错的，不过我只是说他表面上还可以啊，其他情况我就不了解了。我知道，在市政府那边，他只是一个青年干部科的科长，到了市委这儿，是我把他调整到现在的这个位置上。是吗？那他应该还可以啊。按条件来说，的确还是不错。如果他能对自己要求更严格一些，应该说还是很有前途的。你的意思说，他对自己的要求还不够严格？这个人心比天高。当时是我安排他当这个副部长，应该说是破格提拔了。这个人上面有些根基，非常自负，所以他认为对他的安排是理所当然的。哎，年轻人嘛，有点自负也是可以理解的，谁不想奔个好前途啊？像他这样的人，也许真的会前途无量。现在有很多事情都不能用老眼光来衡量了。哎，圆圆呢？哎，还闷在屋里呢。我看你呀，就是性子太急，懵懵懂懂的就把周鑫给找回来了。那圆圆又不知道，突然让他三头对六面的往中间一夹，多难为他呀！不是我难为他，正好相反，是他给我出了一道难题。我现在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！哦，反思了半天还是没办法。办法有，找圆圆谈谈呗。
谁呀？圆圆，是我。